唱歌呢，会使讲非常的投入，来，掌声鼓励。会敢知影，新闻合唱团要学这首歌曲，爱用偌久的时间，而且点的呢是几分钟，是毋是啊？非常的珍惜，所以呢，咱再次掌声，请合唱团呢都为咱演奏过。
再次的掌声鼓励。每一首的这个圣歌，伊内底每一句的这个仙佛的这个歌词内底，拢总充满着仙佛真情的期望甲鼓励。仙佛非常慈悲，一直来爱咱大家放下着心头的爱恨情仇种种的执着。